Hello，各位朋友，大家好，歡迎大家嚟到 Lab Channel 嘅精選賽馬頻道嘅精挑細選啦。又係臨急臨忙，因為呢排都係非常之多嘢做。咁去呢度呢個第二 part，即係第二部分嘅場次咧，咁介紹咗第七場，長話短説。嗱，我哋三位其實咧揀嘅馬咧，有一隻馬咧，Common 都覺得呢場馬係機會好大，就係標誌亮子。呢隻馬本身其實喺三班咧，其實都枕住都係能夠有能力近，同埋甚至可以即係交到頭馬。所以你話呢啲馬咧減分落到嚟四班咧，其實個感覺上係大超班，同埋咁排咗一檔啦。就天然形勢上面就非常之着數嘅，又唔需要話跟到太後啦。只要即係唔係點跑錯，感覺上對住呢批真係喺四班都未必咁容易贏嘅對手咧。呢隻馬其實都係硬淨嘅喺度啦，贏唔敢講一定係佢，但係我諗坐二望一都機會好大啊。呢場馬揀咗一場比較複雜嘅場次，原因係因為其實可以揀嘅馬雖然唔係好多，但係範圍比較闊啲。點解咧？其實如果數翻啦，近日跑得好嘅馬啦，領航天子啊、本心星啊、追風啊、威武年代啊、近開嘅有呢啲咁嘅年年歡呼、赤馬雄風，其實可以揀嘅範圍好闊嘅。反而大冧把10、11、12，力中意11啦，但係我同我細路都冇，咁我哋就飛起呢隻。但係如果大家都有咧，又或者大家 common 比較中意嘅其中一隻啦。我覺得揀咗隻威武年代先啦，因為留意翻呢場馬咧，其實除咗進城區之外咧，應該會擺喺前面走就係呢一隻嗱。畢竟喺呢個班贏甩過8000財星，而8000財星係保中咗，醒目先驅亦都保中咗。你點樣計都好啦，嗰組你冇得唔承認唔係強組嚟嘅嗰組，所以你擺翻喺呢度上一次輸俾封神半個拎，今次排咗個7檔擺喺前面走，應該都係一定嘅優勢，揀咗呢隻先。揀完威武年代啦，我自己就私心要翻隻都靈勇士啦。本身就個路程適應性喺呢組入邊應該可能都係最好嗰隻嚟嘅。如果你話計翻喺呢個分咧，當然係一啲吃力嘅。但係應該以我哋嘅理解，都應該好大機會用埋今季就算㗎啦。所以剩翻低嗰幾個月咧，都唔會有啲咩保留。所以有冷門就唔怕要埋呢一隻，點都會同佢衝一段嘅。配翻住近期手風都順嘅霍宏星都係值得個諗嘅。四選方面要領航天子啦。兩位兄弟都有揀。阿力同埋世豪都係有擺到呢隻馬落去嘅。我覺得就都要尊重翻兩位。所以四選要翻呢隻，睇下佢追唔追到上嚟啦。1、2、3、5，1、2、3、5就連贏嘅複式，1、2、3、5連贏複式推介俾大家。呢場係複雜㗎，但係複雜得嚟有賠率啊嘛，因為都靈勇士都20幾倍嘅，所以咧呢場馬幾好玩嘅。好介紹翻俾大家。希望大家可以，希望嚟緊嗰兩日可以錄到音嚇，可以做到個 studio 嘅錄音。下個禮拜見，拜拜。